午时分，阳光透过玻璃窗，照亮一室温暖。一旁的红花绿叶点缀出用餐的好心情。才刚刚走进餐厅，阵阵香气已经让人饥肠辘辘。一道道的佳肴陆续端上桌，不过这一道可以说是镇店之宝——客家小炒，因为这可是得过大奖肯定的美味。利落的刀法将客家小炒最重要的精华豆干瞬间片成丝。这一位满头花白的廖刘陶鸾女士就是美味关键。指导掌厨一点都不含糊，贝妥肥瘦比例适中的三斩马，配上发泡完成、脆度刚好的鱿鱼，指挥媳妇儿准备小火慢炒。对，我还没。不一会儿功夫，爆香后的大蒜辣椒将客家小炒三要角、豆干、肉丝和鱿鱼的完美结合提升境界。盛入盘，端上桌。之前拿下客家创意美味料理的冠军。和别人的客家小炒不同之处，88岁的廖刘陶鸾奶奶娓娓道来：一行去了，这一行吼，慢慢炒，慢慢炒，炒到尾啊，真爱留啊切才会香，才会好吃。你试看看我炒的好不好吃？这样炖后就好吃，要汤。好手艺要传承，从头到尾随侍在侧的越南籍媳妇儿是最佳帮手。就笑笑嘛，就看对白，这个会了啊，是真巧啊。他跟我讲那些道菜是什么啊？我看这个我知道是那个是肉啊，他讲鱿鱼，真的我是听不懂啊。这个我看到鱿鱼我是知道啊，所以我记慢慢记起来。但您一定也注意到了，廖奶奶的餐厅每一道佳肴摆盘都很雅致，赋予客家菜更多想象空间。这要归功学西餐在圆山饭店厨房坐镇掌厨35年的儿子。我妈妈真的是做了一手好菜，我妈妈有一个好手艺，为什么没有把它这个好的菜，做出来给人家吃啊？让它也传承给我们这样子。就这样，在刘奶奶的餐厅里，客家菜有了中西餐的融合，有了客家文化和越南风情的激荡，多元丰富的美味抓住客人的心，也传递浓浓的客家情。简单的客家小炒在廖刘陶鸾的慢煮哲学下，有了中西合并的风味，有了婆媳联手的香气。细细品尝，找到我的感动时刻。